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少年人有当着啊，大家嘻嘻哈哈，欢喜耍一个过头。产生意外这都会。新闻顶头，咱嘛常常咧看。毋则过去确实有真侪俗语话，咧提醒讲少年甲老的比较。头一句，咱和观众朋友做伙来讲，永早流行甲单，大家拢会晓讲。讲少年毋捌想，食老毋正样。即句确实是真有影。少年家，咱着爱学讲，食一回，学一回过。老的老无定，即句确实是有影。总是讲，咱想一个较长咧，有好无歹。啊，少年啊毋捌想，有人讲少年啊袂晓想食，食老会毋正样。即句古早咧讲，确实是正理，无毋对。毋过咱嘛知哦，嘛知影讲有真侪少年家，虽然少年确实毋捌想，人伊若晓反悔，会晓浪子回头。人生所行的路，无定原来真开阔。所以原来有另外一句俗语，咧提醒人讲：人袂老，客袂考。即句简单讲，就是讲吼，人无得去撩啦，牛有撩，人无撩啦。你唔好看讲吼，即个少年即马真正袂晓想，即个少年安尼浪流连，你著甲笑伊讲，当你食老稳当都毋正样。若讲正经，互伊知觉，互伊觉醒，互伊浪子回头食，人袂老，客袂考啦。有一日吼，咱的老人原来会大啦，伊决心重新来做好囝，行正路。人若甲老的时阵，改变一个形象，行出家己一片的江山，这也无得确。总是讲人袂老，客袂考，世间事是难得了想，这有影。啊，毋过少年啊，真正毋捌想，另外还佫有一句俗语话咧讲，就真咸咯。少年壮年啊，真正毋捌想，一变戆者，上介严重的产生甲啥款？人讲少年若无一变戆，路边哪有有影光？即句话讲起来是真严重的话。咱若想一个真针对即句俗语话内底道理，甲听落去，你就真正会当体会讲，老大人就是心肝看得真艰苦，才会讲少年家，用遮尔咸、遮尔险的话来批评少年家。煞毋知影讲少年就是戆，有当着啊吼，袂晓想，代志做落去是无地通去反悔呢。咱咧讲要知，上界生惨就是要知啦。少年反悔袂赴，路边毋则有迄个有眼光。有眼光就是讲无主的，找无人拜的。少年有当着啊伤过冲动，举刀举枪出来弹，甚至讲乌托摆骑了伤过头紧，车驶了伤过头紧，到尾啊一条性命都付甲无去。路边才有即款有眼光，人咧敬拜。听落去，你就知影讲，原来即句话讲了是遮尔啊咸，遮尔啊险。你可能讲少年确实着爱食一回过，学一回知，因为老步担定，这是有好无歹。你讲看有影无？